各位同学们好。为什么我的课从来没看过这么多人？今天因为是南米儿歌的这个活动，他们希望能够让更多 Impact 学生的同学知道这样的一个活动啊，不但可以让你们的创作有机会被更多人看见听见，而且还有还不错的奖金。所以今天我们是有 KPI 的啊。听完今天的这个演讲分享之后，每个人回去都要写歌，要投稿，听到了吗？好。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在讲母语创作这件事情。我们今天的题目主要扣在母语创作这个题目上。事实上，我今天来当这个主持人是有那么一点点心虚的，因为我的母语并不是台语啊，我是在台北天龙国长大的，我是南部人的话就是台北市的南部人这样，台北市南区长大啊。那对我来说，台语是一个很后来才真正有机会去学习的第二语言。我的从幼稚园到小学到国中，都跟天龙国的同学混在一起，而且很奇怪，好像外省人的背景比较多一些，本省人的同学他们也很自然的在那个环境里面就不会再讲台语了。到我这一辈，其实我们小时候已经没有经历过什么讲台语会被罚钱或挂狗牌这种事情，但是那个语言的流失，事实上是一直在进行的。我们当时不会有这样的意识，到我上了高中，我才接触到来自全台湾各地的同学，因为我们那个年代还有联考嘛，联考就会让全台湾的学生聚在一个地方，我才知道原来有这么多不一样的身家背景、养成过程的同辈人，他们原来有跟我这么不一样的生命经验。但是我也没有什么机会去学说台语，因为那个在我的生活里面已经没有这个管道跟机会了。我是要一直到上大学，到1989年的时候，我听了一卷录音带，那个录音带叫做《抓狂歌》，抓狂歌的创作的团队叫做黑名单工作室。那是一张应该是台湾近代史上第一张台语摇滚专辑。我听那张专辑，我觉得太震撼了，因为那是解严之后的第3年。居然有人他们可以把台语歌写成又摇滚又有 rap 又有电子音乐又有录音间的实验，还有我们第一次听到的陈明章的创作曲，用那样的方式唱出来，我实在太震撼太惊讶。那张专辑整个对我来说是打开了一扇启蒙的窗户，也让我生平第一次想要用一个我本来很陌生，他在我的生活里经常会接触到但我没有机会学习的语言，我想要学会这首歌这些歌里面在唱什么。我为了要学会唱《抓狂歌》这张专辑里的歌，我想要唱《民主阿草》，我想要唱《雄心狗味》，我想要学会怎么唱《新庄街》，然后我就跟我的大学同学学，我的发音很笨，他们一直笑我，但是我从那张专辑开始才真的在学台语，所以对我来说，台语是跟音乐扣在一起的。那从这张专辑开始，我在往回听听到更早一些的东西，然后往横向听，很快的1990年林强出了《向前行》，横扫全台湾，台语摇滚好像变成一个事情。然后呢，新台语歌的风潮起来了，再来有很多人尝试要在那个年头用当时的比较不一样的创作方式，用比较文艺的或者比较不同的野心去处理台语歌这个类型，他们把这个源头活水要接回去更早的年代。我也因为这样回头接触到了更早的台湾歌谣，包括1950年代到1970年代大量翻唱日本流行歌填上台语词的这些老前辈的作品，文夏、记录夏、洪一峰等等等。然后再往回推，听到1930年代日本时代的这些早期的台语创作前辈，然后我才知道原来有一大块的历史是我们的课本没有教我们的，是我们的生活。假如你没有真的接触到这些作品，或者懂得这些脉络的长辈，你是没有机会进入那个世界的。我是很晚才补课的，但是也因为这么晚才补课，心里就会觉得我错过了好多东西。我希望能够回头把这些东西打捞回来。所以这个补课的工作，就是从我大学时代开始，到现在我快50岁的人了，我还在继续做这个补课的事情。那每一次访问相关的创作人的时候，我也都在做这样的补课。包括访问在座这2位我非常欣赏的音乐人也是这样。今天的主角是在我旁边这2位很棒的音乐人。那么宜农去年写了一首台语歌《有爱的心》，玉仔的心，那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台语歌。在这之前，他曾经尝试写过另外的2首台语歌，
创作的过程都不太一样，但是都不是我们印象中那种典型的台语歌的样子。而银龙也在不止一个场合聊到过，事实上他要写台语歌对他也是很大的挑战，因为那是一个需要重新补课的，也是一个要重新补课的事情。流氓阿德的 case 又不太一样啊，流氓阿德是金门人，那么台语从来都不是问题，但是在流氓阿德重新复出，他决定跟年轻的世代的独立乐团一起合作，做出了《保罗因为他想》这张专辑的时候，他就开始在思考台语这个语言放进歌里面的时候，有没有可能去尝试不一样的做法。用不一样的做法的意思就是说，我有没有可能比较接近书面语的质地去唱这样的歌词，而不是全部用口语的方式去唱。那这个东西马上会牵涉到一个我们在选秀节目台语歌比赛会常常老师会讲的议题，叫导音。好，那克服一些技术上的问题，还有要克服的就是我有没有办法一听就听得懂这个歌手在唱什么。这些都是在座各位同学很多人都想创作嘛，你们在写歌的时候都会碰到这些障碍跟困难。那后来阿德怎么去克服这件事情，或者不是克服，而是面对这个挑战？今天他们两位都带了自己的作品来，可以从自己的作品开始解释这个历程哦。所以我先简单做一个开场，我先交代一下我自己的过程。然后今天在这个地方，我也很希望我可以用全台语来做这一场主持，那恐怕现在的功力还不到。但是我想通过今天两位非常棒的音乐人的分享，在座的同学一定会很有收获。然后我非常期待在等一下后面我们会有时间让同学举手发问，有没有任何的问题尽量问，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那今天我们应该从哪里开始说起呢？我们让长辈先来，我们请阿德先说好了哈。我知道你有准备，没有准备，你有准备。One tw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老也看一下，我其实哈，我跟林强晚了1年出道，跟伍佰是同年出道。那第一张是强强棍啊，大家拢好做伊是台语的，但是伊是国语的专辑。那第2张以后就进到水晶唱片，然后发行了干巴爹那一张，就流氓那一张专辑。那张真的是全台语，然后再下一张就是空话这个世界，它就是流氓教授的主题曲，整个插曲这些。不过在这3张台语创作来的，其实我有发现到，我依然在所谓的台语的词曲咬合这个部分，我是在生活在里面的。就是讲，台语有8个音、9个音，你只要写这个歌词出来，其实 melody 差不多造出来，8、9不离10啊。除非你内底做一寡什么特殊的 setting。可是，在我在第3章看看这个世界的时候，其实我里面有写了一首歌，叫做《转世界》，龙的龙吼。那我其实在这首歌里面，我已经开始了有不一样，跟同期的台语的歌手们做不一样的。我开始写的比较刚那个马芳公是书面文在啊，就是我不是那么的口语的。那我觉得我里面有用到一些音，可能你们会在歌仔戏。会在布袋戏里面，他们的对白里面才会出现的音，那个文言。可是我不是整首歌都是文言，只是有一些像雪啊这些东西，我也刚所以我要用哪一个音是文的啊，是好听的，而且是会增加这一首歌的所谓的质感跟诗意。然后这张发行完以后，我就回金门了嘛。回金门以后，我妈妈生病，然后回去照顾她。再回到2012年、2011年、2012年回到台北来。第一条歌就是这条叫做《无路用的卡小》。要讲这首歌，其实这条歌我已经开始做了一些我不想要跟一般的台语歌是一样的行为，比如讲，要安怎才会当互你过着幸福的日子？要安怎才会当互你相信未来有偌水？那玉我为什么要刻意这么写？其实我如果用纯所谓的华语那个东西的时候，是要怎样，要如何才能让你对
相信未来有多美。可是我用了玉的原因是，第一个台语的词，它真的就是这样写。台语文啊，一个是安尼写，玉想怎么样，我要怎么样才能让你过着幸福的日子啊？我要安怎才会当互你相信未来有偌水？那我先把这首歌的创作，可以吗？不会说太长。会慢慢说，慢慢说。我先把这首歌的创作原因啦啊。其实这条歌拄要开始的时阵，跟他面顶很有过。那个时候因为我妈妈重病在医院里面，然后可能就是我那时候也知影讲我未来一定就是我回去金门过的，所以我会抛开台北很多的牵绊，然后放下很多，然后放下一些我可能没有办法承担的一些甜蜜的什么也好，就是基业也好，或者人都好。其实我在写这首歌的原因，是因为我那时候有个交往中的女朋友啊，我们两个那时候我要30通回正值壮年啊，我也跟了很大的一个国际公司签约，准备要进军中国，干嘛全世界了。然后有一个正在交往的女朋友啊，我后来告诉她说，我们就不要在一起了，因为我要回家。然后我只写了这2句歌词，就是因为我不知道怎样才能让你过幸福的日子，我不知道才能让你相信未来有多么美丽。我回金门的时候，有一天，其实我其实已经放弃音乐这个东西了，所以我就刚到了李湾道理，我就每天24小时照顾我妈把屎把尿，然后晚上2个小时翻身拍背，然后白天3餐都是我做的。就有一天，这首歌它很有趣，就是这个女生她因为她到中国去，她是一个购物台的总裁什么之类的吧。后来她变成这个样。然后有一天我觉得我人生已经就是这个样子了，就是李湾刀、朱家、高安老屋，然后就过了。然后有一天，她就到，然后有一天下大雨，下大雨或起大雾的时候，小三通它其实是会停掉的。然后我就看到一台，我一直要招咖嘛，就厨房门那个窗户是打开，我这边炒菜，有一台计程车就这样噔噔噔噔就过来了，然后我一看到那个女生，我差一点把锅子打破，她怎么会在我家出现这样子？然后她就来我家，我就请她吃饭啊，吃完饭以后，我要载她到小三套的码头去搭船，她要过中国的。然后一下大雨，然后我就穿雨衣，然后让他抱在里面，我就那台奥多巴又很旧很老，我是在买菜用的，咚。骑到一半的时候，他就问我说：“你最近有没有写歌啊？”我说：“有啊，有我的手来听话来啊。”我就唱了那个前面那2句，然后唱完以后，突然熊想到说我不能再继续唱下去，然后说：“你怎么不唱下去唱不大好？因为后面就是。”我是一个无路用的脚小，无死的高脚，困在这个无天光的舞岛。因为金门它是一个很会起雾的岛，它虽然叫舞岛，那我都常常叫它雾岛，无啥好期待啊哈。然后，所以我就不唱，然后我就送到他到水头码头啊，然后送他上船。雨很大啊，我就骑着机车在那边等他船要开走。然后他就站在甲板上，然后船要开走的时候，我们就挥手嘛，说 goodbye 这样。然后我就听到他双手圈住嘴，一直跟我讲说加油啊，加油啊，你要加油啊。对，然后我说好。就我骑车的时候骑到一半我就哭了，然后我就说我后面我就继续唱说我是一个无路用的脚小，对这个。然后这中间其实我在写我妈妈，就是我咪咪地想，分分秒秒惊恐，分分秒秒惊恐，唔知要往哪里去，时时刻刻哀伤。你有没有看到我是对仗的？分分秒秒，时时刻刻。其实我在讲一个状态。我知道我在金门照顾我妈的那一段时间的每一个晚上，我都会祈祷一句话，就是神啊。请让我安然的度过今天晚上这样子。然后在青春短短这边，
其实我在这边写的歌词已经开始跟一般的台语它已经不一样了。青春短短，所剩无多，你是一蕊盛开的花。然后这一句很多人会问我，就是说我为什么一直在讲说，遗憾总比后悔好过，遗憾总比后悔好过。我是一个龙片龙杯，那很多人都会觉得说，我是一个龙片龙杯，是不对的，他不能这样讲的。我说可是我其实是很难解释，就是说，你只要在长明啊、庶民来对，有很多口语，它其实是这样。比如讲，我举例给你听，比如讲，我话这个人话，无法过一个凄惨龙片，它其实是这个意思。我是一个落魄狼狈，你看你正值青春，你是一朵盛开的花，那你看看我已经是落魄狼狈，所以，我是一个，最后面我就该强调更重的语气啊，就是我是一个无路用的卡小，一个无啥小路用的卡小，不值得你爱，不在你的爱这样子。这首歌的创作大概是这样，那后面这些其实有很多部分，这首歌是我在回金门的前就写了2句，然后大部分是我在回到台北来以后再把它补齐。但是在这首歌我已经开始告诉自己，我写歌我不愿意我要跳脱以前台语的样子，我希望我有我自己的样子。当然不是我一定很伟大去开创一个什么了不起的东西，而是我希望我自己。刘妈的她的歌有她自己的样子，大概是这样。所以你写这首歌的时候，都还不会想到之后这个歌要拿来做什么？没有。对，那个时候其实因为我写了这2句歌词，我不知道后面发生这么，就是我还能再回来。其实我团长那个时候在我妈死掉的前1年，我有乐团嘛，然后我妈死掉的前1年他还死了。那我一直觉得很难过的是我在走之前他跟我说，我们永远等你回来。哦，对啊，所以我并不晓得后来它会变成下一张专辑的第1首歌。是你刚刚说那个爱人重逢的画面，然后你唱这个歌还没有完全完成的样子，当时已经有一些句子了。对，就前面那几句，前面的句已经出来。我台语当然很不行，但是我也会问，比方说我们很直觉就会想，你在对大尾题，那你选择用那样的方式唱，当时的考虑是什么？因为我是金门人啊，所以我有很多语言跟台语其实讲的是不一样。比如说我是泉州音啊，台湾其实比较偏重在漳州这个部分。那在往哪里去？它其实会比较文言，好像在听起来像戏白。对，其实我就是要让它这样子写的。你知道，就是如果我用口语的话，会写的就是你知道被丢到位，就是就是我希望它就是一个带有诗意的词。刚刚阿德讲的是这个歌的创作的过程，我觉得他讲的画面超有画面感，很像是一个很催情的日剧的第1集。第1集的画面，对，第1集从这里开始，第2集就进入台北这样。但我不知道在座多少同学听过这首歌，有听过的举手一下。我们是不是应该听一下？然后我觉得我们应该一边听一边让阿德解释，因为这个歌的生命要进到录音室里面，你把它唱完了，变成了专辑，它的生命才有进一步的发展。那再下一步的发展就是你把这个歌从唱片里再带到现场。在舞台上唱给更多人听嘛，一首歌的生命阶段是这样。我们来听听《我罗用他想》，然后阿德帮我们介绍一下这首歌后来是怎么样变成我们现在听到的样子，好不好？我们一边听你一边说。好 ，OK。这首歌这条歌后来是我登来台湾哦，其实对我来讲很困扰，就是因为我自己的乐团已经散了。老的老，死的死，然后逃的逃，生意失败逃到中国，然后这死了就真的死掉。所以我一直在重新去找乐手。那我希望这些乐手可以像当初我的团员一样去执行我脑袋里面想要做成的样子。那我回来的时候，我就非常喜欢后摇这个东西，然后阴摇后摇，然后。可是我找了很多的 player，
我告诉他们我的想法，他们都告诉我好像不行，我会觉得很挫折，试了很多编曲，因为有一天我就那时候已经跟我的公司签约，那时候叫子女，然后经纪人讨厌我就跟他讲这件事情，那公司就说我们试试看啊，所以我们当天就把 demo 寄给小白昆虫白，昆虫白以前是我的师弟。他对我的认知就是这个抽干蓝调的流氓怎么会找我这么有水准的文青团体，所以他开始吓一跳。可是没想到过了几天以后，他就说他们决定要接，对，然后传给我，就后来传就大家听到了这个样子，他就拿回去编好了传给你听，就大概已经是这样长这样。大概是这样子。这个时候的甜梅号已经改组变成微光群岛了，它是台湾最重要的后摇民乐团。我们可以开大声一点听一下。专辑做的第一首歌，第一首录的歌。
记得我第一次听到这张专辑，然后就是被这首歌就是像当面打一拳那么重的感觉。那我想听听怡农说，所以说，对啊，你听了有什么可以反馈的给阿德的？谢谢。Hello， 你好，嗨，我刚，然后先舒缓。因为我首先是其实很久没有听后摇了，对，就是后摇滚这个词以及这个乐风已经离我生活非常遥远，但它曾经一度是非常近的，因为我以前在小白兔唱片工作，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这里，对，然后那是一个。就是包括老板本人组的都是后摇团的一个唱片行，对，所以那个时候接触了大量的后摇团，这样。那所以听这首歌的时候，同时有双层的感受，一个是关于原来这个东西的力道还是这么的强烈的，再听一次，还是会感觉到说这个乐风有它独特的。对，就是它就是会深入你的灵魂的某个地方，这样，即使它是一个没有语言的音乐，对。那当它搭配上一个一样是很有力道的语言，而那个语言对我而言一直是我必须用向往这个字，因为就像刚刚哥哥你一直说你想要打破台语的框架。对我来说，我连台语的框架是什么都不知道，就是它是一个我很慢才开始慢慢的去理解的。我插一个，可是有时候我会觉得你这样很好，就是因为你没有框架，你反而不需要因为像我这样，因为长期以来有框架，所以我必须努力的去打破。你本来就没有框架，所以你创作的东西会比较自由自在。对啦，这个等一下再讲。对，反正。这两个东西结合在一起的，这是我写歌，我一直很努力的在觉得自己可以做各式各样的尝试，各式各样乐风上的尝试，各式各样诉说的角度的尝试等等的，甚至我就是包含了，甚至是包括我每一次出场，我表演我的气场，我讲话的内容。甚至我的造型都各式各样的，我做各式各样的尝试。但是有一些东西是，即使你花了很多的时间去研究，都写不出来的，都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因为那个是别人的人生，所以你没有办法去做到别人的人生。对，那对于这样子的作品，我只能说，就是我可能还要再多活10几20年这样的感觉，就是你会明确的知道说。那个心理的阶段性的东西，你还没有走到，这样，所以现在只能远远的望着那个，然后感受到它的力量，可是你完全没有办法碰触它，没有办法碰到它的核心，因为你知道你做不出那样的东西，这样。然后因为我是实验派的，我觉得你做的东西也是我做不出来的，就是因为我们人生经历不一样。我觉得写歌它有一个最大的重点在于，它是在讲自己的人生故事的。改写心哇，而且你怎么去写那个歌词，其实都透露了你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啊，自己有特殊的个性，你会写出你别人所无法模仿的内容特性，对的。所以我觉得你会有你更多你可能在我旁边，我会觉得哇好羡慕，我如果可以这样不那么悲伤、不那么沉重的话，该有多好的一件事情。而且还有一个本质上很不同啦，就是因为我是女生嘛。所以就是这首歌其实很雄性，我可以这么说。真的吗？对，我觉得它其实表达的。可是我一直觉得这首歌好懦弱，一种雄性的懦弱。对啊，就是雄性的懦弱，就是男人独有的。自以为是说啊，我到你去哪里去？对，男人独有的浪漫跟悲伤这样。双鱼座。大概是这样子。非常有意思。怡农从一个创作人的角度。去听这首歌，然后感觉到某些东西，他说大概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逼近那个核心。那我们作为听音乐的人，我觉得最幸福的是创作人，他们燃烧灵魂，他们用他们的生命经验去换来这些他们燃烧自己的生命
他们把这些燃烧剩下来的废料跟灰烬都藏起来，我们只看到它淬炼出来那个最漂亮的东西，变成一首首的歌。然后我们要是听得进去的话，我们仿佛也在某个层次或某个层面上，也跟着经验过那个我们本来可能没有机会经验的另外一种生命的样貌。我觉得这是所有好的艺术作品都能够赋予我们的礼物，都能够送给我们的礼物啊。那我觉得就让阿德接着往下说啊，因为你的作品是有连脉络的，是有脉络的嘛。哦，那在这个不一定。不要紧，对，来，曾经这个我也想，这首歌因为有唱过，翻唱过。对，这个在阿德的最近这张专辑就是《温一湖青春下酒》。好，《温一湖青春下酒》台语到底要怎么说？你有在节目里教过我？温一股青春下酒，温一股一壶嘛，一股地青春下酒，温一股青春下酒，好，学起来了。这首歌大家都知道，它本来有。对，它是中岛，它其实也是中岛美嘉，它是中岛美嘉另外一个原创者唱的，中岛美嘉翻唱。那这首歌，我为什么会写这首歌？我先讲一下，就是有一次我在写给50岁，就是《温一湖青春下酒》这张专辑的时候，其实它里面有个概念，就是我要去讲我从。比如说第一首歌是亏欠，我就跟以前很多我对不起他们的人说对不起，然后，所以我在写这首歌的时候，我其实是在描述我这50年来我曾经经历过的一个状况，就是我曾经有那么多次想要自我了断啊，很悲伤。可是当开始的那个模型不是这样，原型不是这样，是有一天我写大歌词，当去 FB 的时阵。突然间，因为我已经设定好我要写这个东西，但是我不知道有这首歌的存在，结果就有一个算歌迷吧，他就马上贴了中岛美嘉的《曾经我也想过你了》。我看了我就吓一跳，讲歌词哪会到我这啥啊 ？melody 其实我自己那个本来就有一点 melody 出来，我觉得哇很像怎么办？我想说，我就赶快回去跟公司商量说，不要那，如果我们公司说你要不要发，我说我不想放弃啊，这是我自己的作品，然后我也没有听过这首歌，那后来我们就商量很久，那我们就买他的 melody 好了，把歌词我自己重新写，所以后来会变成这首歌。这首歌的时候其实，可是我觉得我做错一件事情，我不知道原来原曲有10段歌词，我原来歌词没那么长啊。后来这首歌我就写了1年多，光是那个歌词在推敲啊，我讲到推敲，对，很多刮出来，对，为什么要用这个字而不用那个字？其实是经过很多每一次反复的去推敲，用这里它有什么画面，用这里也够什么为名的造出来。那个是其实我想很多人在做台语创作的时候，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我曾经当过南面儿歌的评审，250首歌来，每一首歌让我觉得你是在抄哪里，你这段就是抄哪里，这一段就是把它硬塞，为了要押韵，为了要挤成一首歌，所以我觉得是对的。生活就是歌，歌就是生活，你应该去从你自己到底要怎么样去描述这一段过那个经历，所以用自己的你觉得属于自己的歌词下去写。就是如果我今天觉得我自己有做到任何一点的话，就是你看这个歌词，你就知道它是刘妈的写的，因为我会用很多，我真的查了1-2年的台语字典，有很多词人家说我错，不，没有错，只是它不是那么大众，但是它是真的存在的，只是因为它不够口语，所以大家久而久之就忘了它的存在，但是我真的去把它全部挖出来。然后这首歌我写了1年多，所以我从那个Tom Waits，对，去讲，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孤独的人，我好像一个我自己的星球就是我的宇宙，然后开着自己的太空船，我自己关在自己的太空船里面，然后听着Tom Waits歌声，然后我多么希望世界末日快来，大家都死这样子，让心情。
对，然后有一天第二段啊，电话那头就是独唱的生日快乐歌。我曾经因为孤独失恋，然后我曾经在30岁那一年，我曾经在生日的那一天，一个人替自己唱生日快乐歌。不过因为我是一个离家，就是不一个人怪，所以我会觉得很孤单。然后我有很严重的社交障碍。对，大家觉得我可能跟他们格格不入，我也觉得他们跟我格格不入，对，所以会有这一段。那这个在描述很多的状态嘛。那接下来这一段就是，有一次我要去录音的时候，走在路上下大雨，然后听着那个雨水一直打在那个雨伞的上面，就那种滴答。然后其实我心情很不好，就会觉得说啊，怕你。那个山顶的香，然后打在心头的烫痛，心里面很疼痛，然后看着自己的心慢慢的腐烂，对，大概是这样。然后我看到对面的时候，隔了一个过马路，我好像看到我年轻时候的自己，我要跟他说对不起，现在的我让你很失望，对，然后一直，我其实里面用到了一个植树啊，植树那个是。除了一跟自己可以整除的一个树，也就是它是一个孤独既孤独又骄傲的树了哈，就孤高这样子。那很多人其实一定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去写植树，因为它是一个很孤单的树枝，对，所以。有问题，植树的台语是什么？至少。至少。好。没有，我记得。对，就是我。因为我一开始我不希望我成为植树存在，所以我放弃自己，然后用心去讨好这个世界。只要能得到一点点的温暖，就算失去独一无二，我也甘愿。其实就是要把自己独一无二放弃，我宁愿跟他和在一起。然后，但是身边的人愈多，就感到愈孤单。越是认真的去对待，你心就会被伤得越重。算了吧，反正到最后一定是失望嘛。那我一直到最后，我写了1年多，写到快放弃，我真的觉得我要放弃，因为我写不下去了，太难了。我原本应该我自己的版本应该很好，很快就写完，我没想到雅给你知道吗？多此一举可以写这首歌，就它有10段。然后有一次因为我有慢跑的习惯，每天跑10公里。有2句歌词是“生无可恋的茫然，死不足惜的悲哀”。我在描述一个说，其实我活着也不知道干什么，然后也许我死也没有人会替我感到可惜的。那个状态的时候，有一次我跑了9公里又900公尺，然后歌词只是写不出来，可是在最后100公尺的时候，歌词写出来了这2句，嘣！我想啊，前面9公里900公尺白跑了，早知道我就跑这100公尺，对，然后就写了那2句。那写完以后就瘫在那个操场上，看着星空，这样觉得走好不容易。然后我觉得我还是讲到最后面，人就是我多么希望成为那样子的人，就是像你，因为我曾经也想过要一了百了，那是因为我还没有遇到像你这样那么幸运的遇到像你这样子的人，像你这样的人，像你这款的人，你这个世界上存在，让我对这个世界有一点期待，然后有一点喜爱这样子。其实它还是蛮正面的歌啊，对不对？就是人一直在，就像那个鱼啊，2只鱼是 Pink Floyd 唱的嘛，对，出发 so sweet， 这是双语。可这首歌可以直接问他为什么要翻唱这首歌啊？对，我那时候唱的日文版，在那个去年底的跨年，我自己办了一个专场，我就是想要让大家哭啊。为什么那么坏？没有啊，因为我在家里跟朋友一起聊天的时候，他放了那个中岛美嘉，你知道中岛美嘉是双鱼座的吗？真的吗？对啊，超变态的，因为德克也是双鱼座的。对，然后，我看到那个他在荧幕前面声嘶力竭的样子，他那个 MV， 对，歇斯底里。对我那时候没办法，那眼泪就掉下来。然后我是
我就很想要挑战。我当下看完那个影片的感受就是，我想要把我今天看这个影像、听这首歌的感受传递给当天在专场的每一个人，尤其他们辛苦的度过了一年，在这个年底抢到票来看这个演唱会。我希望他们所有的这一年累积的各种苦闷，或者是彷徨，或是什么的，可以在某一些歌曲之中，某种程度上的释放。所以，或许我自己因为这首歌感觉到的释放，我可以传递给我底下的观众。然后我就想说，好，那我就把它练起来。那对它这个每一段歌词都不一样，就是原本中岛美嘉的版本，每一段歌词都不一样，然后是日文。然后我后来就是那2个月，我没有在焦虑其他所有的歌曲，我就在焦虑这首歌。我每天在家里我就一直在唱，然后每一次唱到某个地方要错，我想说完蛋了，我当天不能错，因为我如果错的话就那个意义就不存在，对我而言啦。所以我就每一天就在家里一直唱这首歌，这样，对啊。然后，但是我后来诠释出来的版本也跟就我没有办法做到中岛美嘉那样一样的道理，因为他有他的人生，我有我的人生，那我有我的诠释。然后，但我觉得蛮爽的，大概是这样。要是没有最后一段，这首歌就是厌世到极致的没有出口的歌。对对，灰熊哈，非常悲伤、灰色的东西。那我觉得，双鱼座他一定会经历过这个东西。我自己是经历过，我猜他也经历过。为什么双鱼座？哦，也不是啊，因为我是双鱼座，所以我只能去讲双鱼座。真的好双鱼，对啊，哪一点？而且是双鱼座的男生，就是包括写歌的你的故事，你的人生会遇到的事，然后你把它拿来写成歌，然后你写歌，把它写成歌的方式跟你思考逻辑，都是双鱼座的男生会有的。我不知道怎么解释。改天再跟你好好讨教一下这些灵感，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好。那阿德写这歌最后一段是你一开始的时候就想好他要有一个出口的吗？哦，没有，我其实写歌我不大会去设定他要怎么走。对，这个是我最后想要对某一些人讲的话这样子，他没有很特定，但是我真的想要这样做，因为我如果能遇到那个人的话就好。哦，其实原版也是。对啊，原版就是有给我们一个出口的，还好有一个出口，不然很伤心。那只是过程嘛，就是他在描述我这50年来，曾经我大部分的时间是一直在处在这种状态。是，这会引导我想另外一题，就是顺便也问一问2位的想法。创作人的作品感染力越强、渲染力越强的时候，就会有越多的歌迷会被这个歌拉进去。你们会觉得你们要对他们某种程度来说要负责吗？他歌迷比较多，他应该负的责任更大。可是我知道有很多人在极度悲伤里面，他其实要找出口的。所以我知道我站上去台上唱这首歌的时候，很多人是爆哭的。我可以看到很多人在哭，因为他在歌曲里面找到理解他的，好像有人可以理解他的那个样子，所以他当第一句出来，他就能哭。对，我觉得对他来讲是一种解脱吧，就是某种程度，我救了他。我觉得好像听歌的人，其实他们没有想要我负责，主要是这个，就是歌是一个媒介，然后其实我觉得听歌的人大部分应该会知道说，这是这个人说出来，这是一种分享，对。那我自己写歌的时候，因为我一直觉得写歌这件事情有必要做到尽量的诚实，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其实写歌的当下是非常自我的，你是没有办法去想到，除了你想要说话的对象之余，你是没有办法去想到他人的感受的，在写歌的时候。可是，在
歌将近到尾声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这不会只是你的感受，这是一个就是你会经历这个跳跃，对。那但是当你知道说这件事情不会只是你的感受的时候，那也就表示你对于自己感受的纠结已经过去了，对，它已经释放到这个歌里面。那接下来这首歌就交给这个世界，有点像是这样。那也因为这样的关系，我不会去想今天大家听到我的歌之后，他们在想什么，他们会得到什么，以及他们的人生会不会因此改变什么。但是每当我感受到有这样子的回馈的时候，我也因此都会抱着惊喜跟感谢，然后我会想说，好，那我就继续做我想做的事，然后看看这个力量可以传递去哪里，这样。我都希望创作人尽量不要去想那些不会，对。但有时候难免会被干扰，有时候那些不特定的点会冒出来，有时候会听到一些你不是那么想听到的声音。对，怎么去跟那个东西和平相处，也是创作人自己的功课啦。但是，对，好，我们也听一下这首歌吧，然后我们就可以稍微休息一下，再进行下半场，好不好？这是有 MV 的。曾经我也想过，时时的脚开我。因为一个人坐踮浮沉的夜班车，茫茫渺渺的光影，头毛的子的歌声，期待世界无你，行下去来吧。曾经我也想过，时时的脚开我，是因为一个人独唱的生日快乐歌。念着问候的人生，毋捌成真的愿望，拍开下晡要予家己行远的礼物啦。著会日头叮当的喘气声，无话通讲又搁毋甘歌，徛伫城市街头的十字路口，全然毋知影要往哪里流跑。你仔日绝对爱也要见仔日，流着目屎，掠着心内美丽的浪花。行起来呀，行起来呀，但是啊，曾经我也想过，日时的脚开我，是因为我的心已经破了一大粒，一点仔快乐拢无啊，连痛苦拢无感觉，只剩倔强放了以后，无力的软情。想过，时时的脚开我，是因为一个人徛伫雨天的雨伞口，6点山顶的雨声拍伫心头的痛点，看着家己的心慢慢有暖。曾经我也想过，时时的脚开我。因为拄着少年时青白时的我，感觉见笑的无声，无通辩解的思考。现在的我一定予你非常的失望吧。我变成一扫般的存在，忘记家己用心讨世界，只要会得到一点点的温暖，就算失去对无你也甘愿。但是心甘做。有孤单，有时认真对待心叫上你人，
梦眠，是无自小的悲哀。过去化作阵来，四处飞三百。曾经我也想过，时时会较快活，因为我也袂遐尼幸运的拄着你。像你这款的人，你这世界上存在，予我对这个世界有淡薄的喜爱。像你这款的人，伫这世界上存在。予我对这个世界有淡薄的期待。阿德的2张专辑的那个制作的方式啊，都是每一首歌选择一组音乐人一起合作，所以每一首歌都会长出可能本来不太想象到的样子。这首歌的那个录制的那个过程跟背景，要不要稍微讲一下？这首歌其实是我在这张专辑里面最没有参与到，就是没有在旁边看的一首歌，因为当初呢，我女朋友突然间脑膜炎送进加护病房，所以原本那一天要进去录音室看他们录音，那我就没有去了，因为我去医院。可是，在开始的时候，其实我是在讨论这首歌我要让它变成什么样子。我其实跟另外一个制作人叫杨生真，他现在是飞子后行员的，或是飞行员的吉他手，他也是前刺客的吉他手。那我找他来帮我去讨论音乐，然后我们想了很多很多的台湾的乐团。我觉得有一天我们就突然，因为我刚好看了，这个乐团叫什么？啊？你公司康斯坦的变化球，康斯坦的变化球。刚好前一天晚上看完他们的 MV， 然后在河岸那个派的那天好像是地社，不晓得前老板那个谁啊？何东红，不是庄明生日，然后他从屏东省来，然后我们刚好去那边，就是他们所谓的地社帮嘛，就去那边的聚会，碰到他们，然后我就说，我要找你们做编曲，然后跟他们讲说这首歌是什么样子。我请杨生真再去跟他讲，对这首歌我们希望它变成什么样子。这首歌其实刚开始他们传来的 demo 的时候，其实我就很开心，就是他真的是应该怎么讲？其实很多乐团都是这样的，我觉得他们也是，他们可能会去听我某一个部分讲的，可是有大部分其实他们不鸟我的，他们会想要去做成他们自己的样子。那我觉得也很好，就是我可能太大叔嘛，前辈大叔，然后他们有他们年轻人的想法，把我过于过时的想法，把它转变成他们自己的样子，我觉得很好。就到最后，其实那个双打鼓那些，我每次在舞台上听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就觉得哇，我整个人很激动这样子，我觉得好像就是既激动又松了一口气，感觉我好像在从头唱尾唱完这首歌的时候，我在这条歌来对找到一点救赎。当然每次写歌去看它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蛮痛苦的，也很残忍的一件事，要去挖自己曾经不想要再经历过的事情。所以每一次
在写完以后再重新去唱的时候，其实有时候连自己都会觉得很痛。我有一次在练团式其实只有我跟制作助理，然后因为没有 band 嘛，就说那你就一直放，那2-3个小时就一直从影片放这首歌，因为我老了，我记不下词段歌词了，所以我必须要一直，所以那2-3个小时就是只有唱这一首歌，一直练，可是练到最后我都自己哇，突然间肯定差点哭，因为我感觉好像其实自己也没有真的过去。其实还陷在那个情绪里面，大概是这个样子。那到目前为止，有没有同学要发问的？对，可以先举手问一下，你可以先来问一轮，有没有问题？是，请说。请问老师好，其实我刚才原本想要问的就是这一首曾经我也想一了百了这首歌，因为2位老师都诠释过这样子。那因为刚才老师已经上课有解释过了，那想再问一下老师，就是跟新的乐团合作这首歌的一些细节，就是可能刚才老师已经讲到这些事情，这样子。细节。对，就是跟他们。你是说这个团还是其他的？就是跟很多新的音乐人啊，在合作新的歌曲的时候，然后会碰到一些问题，还有是老师用什么样的角度去跟他们沟通这样子。碰到的问题1、2、3。碰到的问题大概是我刚才其实有讲到嘛，就是我就大叔了嘛，爆炸会啊，然后你碰到一个30岁、31、2岁，他们才中生代，他们人生其实才是最灿烂的时候。那你去跟他讲这个歌词，其实我后来才知道，有些人其实是他看不懂，他没有经历过你的这样子生活，其实是无法度去感受到你是要安怎搞。所以我记得有我们讲另外一首歌叫做给50岁自己的备忘录。那当初这首歌它的原型其实是清唱版，那我丢给因为戴居推荐的那个啥晨曦光南嘛哈，所以我跟他们的leader 叫啥？长阳，还是我真的有一点年纪大，开始一直记忆就烂。我记得我第一次跟他约的时候是约在台北火车站，结果他来的时候，他大概眼睛就是肿的，然后他就跟我说：“的歌，我昨天晚上其实就一直听，可是只有清唱版，让他一个人蹲在台北市的那个骑楼底下，一听，我就一开始。”哭就蹲在那个摩托车上面开始哭。我说哇，你才30几岁，我50岁，你在哭什么？这个应该不是你这个年纪要经历的事情嘛。我说可是里面有很多歌词，比如说不要成为自己讨厌的那种大人。但是其实这首歌当初我要这样写的时候，公司可能同事会给我建议说，你不要写给自己的备忘录，应该是就是要大家来接受，可是我就跟他们讲说，其实我不敢去跟人家说教，不要成为自己讨厌那般。我是一直在这首歌一直安慰我自己，所以长阳第2天来的时候，跟他碰面，然后跟他讲歌词里面的内容，他就知道，然后他回去台南，我觉得我第一次拿到他的 demo 的时候是有一天早上，然后砰。大清早5、6点，他就传了 demo 给我，然后那个时候我刚好起来喂猫，因为我们家有猫，那个时候也把我叫起来，然后我就收了。我一听，哇，我就觉得对，就是这个样子。对，然后当然后面前面那个风琴声啊，当，哆嗦咪嗦，那个是因为我小时候，虽然那时阵在教室里面弹风琴。很多伴奏左手都是哆嗦咪嗦，其实对，然后一直印象着，我一直想透过这样子的一个东西，把它变成说，我曾经那么单纯的一个小孩子，然后到50岁了，虽然其实世界经历已经不一样，可是我希望我能去维持那个样子，就是不要让自己成为自己也讨厌的那种大人，所以跟那个晨曦光荣他们。进到录音室录音的时候，我记得，非常深刻的是，最后面大合唱，然后他们5个大男生进去合唱，
他们在里面一边唱一边哭嘛。我可能在那边哭，我在想，我站在外面看，我马上录影下，那你们在哭什么呢？那这是晨曦光廊，然后跟序章他们又就每个乐团，我觉得因为他们的个性也不一样，我就会跟我相处的时候，我都刚开始要稍微去揣摩一下这些人到底是什么咖这样子，对啊，他们的个性是什么样，然后我刚开始要告诉他们这首歌的原貌是什么，然后希望他们怎么样。那当然我在挑乐团的时候，事实上我是有先知道他们应该是什么样子，那丢给他才不会就是插心这样。比如灭火器，我找了吉他手，那我觉得他是唯一一首几乎没有动过的那个编曲。我觉得那个吉他 solo 很怂到我很想笑，可是我就觉得那个 key 就是对的，很多我觉得就很有趣。我觉得跟年轻乐团会让我的东西没有那么老气，对，可以保持一定的我自己的样子，然后跟新的乐团进来，他又可以加入他们的样子，融合起来又是个新的样子。然后我觉得这种其实就是另外一种在创作了。对，我觉得很开心。当然过程很辛苦，因为每个人都很机车，大概这样。预知详情，大家可以上网找耳朵借我的专访。2张专辑我都有访，然后几乎每首歌阿德都有说那首歌的后面的状况、录制的过程、创作的心法，所以还蛮推荐大家有兴趣的话听一听。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同学可以举手发问，任何问题都可以问。有没有？或者刚提到什么名词听不懂的啊，什么都没问题哦。幸云老师特别交代，我们可以讲一下台语的导音的这个意思啦。我不知道同学有没有自己在尝试创作，不管是汉语的，就是所谓中文、华语、普通话、北京话的歌词，或者是客语的歌词，或者是广东话的歌词，或是台语的歌词。其实你只要用汉语创作，都会碰到导音这一题。只是我们讲所谓的国语的时候，因为只有4个声调嘛，阴平、阳平、上升、去声，所以音调跟旋律的结合，好像比较不是那么的麻烦。偶尔还是会出现一点奇怪的状况啊，就是你没有处理好的话，相思跟想死就会搞不清楚之类的类似这样。那但是，只要你碰到母语类型，尤其是音调变化更丰富或更困难复杂的，像广东话、客家话或者台语，动辄有7、8、9个音的时候，旋律跟声调的搭配就变成很重要的一题。因为万一听起来不顺，歌就会怪。那这个是大概每一个写歌的人都会要碰到的挑战。年轻世代的创作人，很多人不见得那么在乎这件事，大家觉得爱怎么写怎么写，但是因为没有自觉，听的时候就会觉得怪了。我个人的想法对于这一题就是，任何的规则也都可以打破啦，也没有规定非怎么样才是一定永远不能够颠覆的。但是打破旧有的规则的前提是你要能够创造新的规律啊。周杰伦一开始出来唱《双截棍》，没有人听过这样唱的，他管你什么词曲咬合，乒乒乓乓噼里呼噜就这么唱的，你没有看歌词的也不知道他唱什么鬼，但他自己创造了一种他的唱法，他就变成一个他的风格，后来很多人学他。那你得要有这样的自信跟能耐，去创造属于自己的风格，甚至制定新的规则，那你就可以打破旧的规则。但在没有这样的把握之前，可能还是先了解一下老师傅们他们是怎么讲的，然后这个前人他们是怎么在处理这一题的。流行歌是不是一定要在听的时候都听得懂在唱什么？倒也不一定。假如这一题一定要听的时候都听得懂在唱什么，那闪灵的专辑都不能出了。对不对？这个是，对啊，类型音乐有不同的可能性但是你要想清楚的是，你现在要创作这个类型，它有一些内部的规律，它要面向的观众，还有它的技术含量，这些东西先摸清楚了再想什么叫破格。这个是关于导音这一题我的基本的想法。那我们刚才听了阿德说了很多关于创作的历程，接下来我想我们应该让宜农多说一些。宜农今天非常用心，他准备了笔记。在今天你们还没有来之前，他就一个人在那边做功课，我都很想偷拍那个笔记本，不知道今天有什么心法。所以我们接下来把时间交给郑宜农。好的，
有嘿，嘿，要先从歌讲起嘛。哦，歌出现了。好，其实我刚刚有讲到，就是台语对我而言是，也是近几年才慢慢的在补足我的各种对于这个语言的认识的一个语言。对我，但是这首歌是在我早期写歌的时候很努力的。而且还有共同创作人，这首歌是我跟那个灭火器的主唱杨大正一起写的，然后而且它的出发点是因为2011年我演了一部电影叫做《眼泪》，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部片，然后它是一部台语剧，那我在里面演的是一个槟榔西施，我跟蔡正南对戏，然后。所以我从头到尾跟蔡正南讲话的时候，我都是用台语。所以我在那部戏里面，我为了要诠释这个角色，我花了很大的心力，每一天在家里练台语。而且因为这个角色的需求，我原本是一个不会骂脏话的人，然后我每天在家里练台语的脏话，练到后来有点太会骂了这样。但是总之就是，对，在那个过程之中。慢慢的把这个语言的能力重新的，因为其实我家是台语家庭，但是没有很努力的在学习这样，所以我重新的把这个能力拾回，然后才有这个机会写了这首歌，是为了那个电影的片尾曲写的，对，然后也是因为当时以这个角色的视角，这个角色的心路。以及这个角色跟蔡正南这个角色两个人之间的相处，而写了这样子一首，其实跟我的人生没有什么，跟我自己的人生其实是并没有那么多相叠的一个歌，这样子。对，那有点超龄啦，就这不是我那个时候我写这首歌的时候是21岁。对，这不是一个21岁的人会有的心境，这样。对，那当时就有遇到刚刚提到的，包括导音的问题，还有词曲咬合的问题等等的。我们在写，而且这应该是各种语言都需要去顾虑的事情。那其实因为我那个时候是跟杨大正一起写的嘛，所以基本上只要我写的那个词是合不起来的，然后他就会跟我说你这个合不起来，然后我就会跟他吵架，然后吵完架之后，我就会承认好啦，我觉得你说的蛮对的，所以我就去修改它，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我现在也已经有点忘记到底是哪一些词原本我使用了什么，而导致它没有办法贴合。但是总之，因为在这样的修润饰之下，最终它算是听过的长辈会说哦，这个没有导音的问题的一首歌曲。对，那这是比较技术层面的事情。比较有趣的层面是里面有 Sayonara 你向我 say goodbye 这一句。三种语言。对，这个我在写的时候自己也觉得博卡，就是要在里面唱一个英文，很像三立的那个。对，后面是的一些演员，对的台词，很抱歉。但是呢，其实它是出自于以前的酒家女，或者是一些像我演的槟榔西施，可能大家有熟悉这样子的一首从日本的演歌翻成台语的一首歌。那他就是在跟客人讲说 ，Sayonara， 我向你 say goodbye， 无钱就免来这样。对，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把这件事情转换成这首歌曲的一个，这叫什么钩子？对，然后呢，这个是导演的要求，因为导演郑文堂先生，他是我的父亲，他很迷恋那个酒家女的歌，所以他很希望我可以把它放在这个歌词里。那个歌是你爸告诉你的？对，然后他唱给我听，我就把它写进去，这样，对，大概是这样子。那其实歌词非常的简单，它就是在说，尤其是过去的错误，过去的
臭毛全部呼呼的顶来，哦，对，那个呼呼抹一抹，对我第一次听到有这个使用法，然后这个就是大珍跟我说，他就讲出这句话，然后我就很神奇的看着他，你再讲一次这样，对我就这是比较那个时候觉得惊喜学习到的一句词这样子。对，然后关于柜体的臭毛这件事情，就带到那个电影本身，因为蔡正南他饰演的是一个远景，然后我的父亲在以前年轻的时候，他是一个吸毒犯，但是他因为吸毒的关系，那时候的警察都觉得反正这种人没用了，所以当有一个强暴案件发生的时候，警察就把这个吸毒犯抓进去，然后强行逼供他承认自己有犯下这个。许他成招。对。那这件事情在以前这样的现象在以前可能是有过类似的案例的。那我因此但我不相信我的父亲是这样的人，所以我就一直在纠结这样。那到最终呢，这个远景他原来就是强行逼供的那个人。然后他跟我变成了朋友之后，在最终告诉我这个事实，这样，对，所以我最后那个电影的结局是我确实有做出一个复仇的行为，对，但是在复仇的行为之后，我选择原谅这样的一个过程，对，所以才会写了“跪体的臭毛转播互惠点来”这2句词这样子，大概就这样，这首歌很简单。我们应该要听一下。好。一边听你一边跟你讲编曲跟录音的事情。对，这个版本是收录在我2011年发行的我的个人第一张专辑《海王星》的歌这样子。那个时候，整张专辑的配置都是偏向比较不插电的编曲。然后，其实，在电影的片尾，它是一首电的歌，只是我们在决定要收录到专辑的时候，那时候的制作人就是阿菲西亚的吉他手小花，他跟我说这首歌你就是现场用一把吉他唱最有感觉，你就这样录吧。所以我就进去，而且是同步。对。你唱了几个 take？ 我忘了一整天。一整天。对。因为一定要同步。对。但可能还是有一点点瑕疵什么的。后来用的是前面的 take 还是后面的 take？ 后面。其实现在在听那时候唱歌都会觉得蛮害羞的，现在进步很多。无情着撒由那拉，有情才过来。运命好歹，我较会知，心内的痛苦。只嘴吞不大。
现在在让你处理这首歌，你会做什么不一样的事情吗？一定要做。其实我后来在现在的专场的时候，现在的乐手群我们又再改编了一个版本，然后是那个 sub 很重，一开始就噔这样，对，然后很潮，最后面还有一些 dubstep， 对。那其实它有过很多个版本，对。然后主要对我个人而言啦，唱歌上面就是也不是说我想要怎么做，而是很自然而然的。我现在在听我自己唱这首歌的时候，已经完全不是当时那个，就是当时那个生嫩的声线跟生嫩的语气，我现在也唱不出来。对对对，现在就是很自然的进入人生的下一个阶段的诠释，这样。对，然后应该是说，如果要我现在重新，如果有机会的话，我想要以现在这个状态再回去录这首歌。哦，对对对，因为会让大家听到一个我认为可能是更适合这首歌的样子。对对对对。这是你生平第一次写台语。对。然后，对，后来就隔了，一直到2018才写了第2首。中间的这7年，有没有想过或试过？有试过很多次，完全没有办法。卡在哪里？就是其实我的台语的词汇太少了，像我写中文歌已经到了一个，就是我自己有感觉到一直在进步的程度，那是因为我阅读，因为我人生历练，因为我不断的跟人沟通，在沟通的过程之中，我的思路就会更加的清晰。可是我没有以同样的方式去训练我的台语，对，所以当我要去找词汇的时候，我每一次在写歌的时候，其实我是要打开各式各样的字典，比如说网络上面现在有那种就是好像就叫讲台语还是什么的吧，对，对，然后我就会 key 中文这个字，然后看有哪一些台语可以选择，然后我就一个一个唱进去，而且它还会有语音播出来，对，所以我就听那个发音，说好像是这个，对，需要这样子的过程，那很容易会想要放弃，因为我写中文歌已经这么快了，我写台语在那边查字典，这件事情真的太累了，对啊，所以第2首台语歌的生成，其实也是因为电视剧的邀约，所以我又再度为了一个戏剧去磨出一首台语歌。就说这个任务你非写台语不可。对，这是导演的要求。对。OK。但是在第2首台语歌写完之后，我就发现我可以写台语。所以第3首以及其实现在还有第4首，但是没有，大家还听不到这样。对，就是速度就快很多。OK。关键的那个破关的是什么？就是我在这长期的磨练之中，那些查过的词汇我都记得，这是第一点。然后第2点是，因为我也开始在近年比较认真的在跟各式各样的人用台语沟通。对，那个有的时候也不一定是刻意这么做，就是朋友之间大家放松的时候，我发现这个人是台语家庭长大的，然后他讲了1、2句台语的词汇，我就很自然的用台语回去，然后这样一来一往，最后就慢慢发现说，其实我台语变溜了，对，那这个时候我再开始回去尝试写台语歌，就多了一分速度带来的雀跃感，然后这件事情就会又鼓励我自己，对，所以我就会更努力的想要写它。你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听别人写的台语歌吗？听。你都听哪？就是你印象比较深，或者说你觉得真的很厉害的？其实我有一阵子疯狂的在听张惠的精选集，对，我非常喜欢，而且因为里面有很多蔡振南哥写的歌词，然后还有那个郑敬一的先生写的歌词，就是太美了。对，我一直在听那些歌词，就是如何能够使用这样子的原先可能对我而言啦，我原先的认知是非常生活化，以及非常有点不好意思，但是
土味的语言，对，就是比如说像我阿嬷，她在讲台语的时候，她讲的一些，即使是妙语如珠的话，都是现在不好意思讲出来给大家听的话，就是一些几句什么几句两根这种话，对，然后对，我就会觉得说，哎呀，那竟然原来其实台语还是可以这么美、这么诗意的，对，但其实它本来就存在。这件事情本来就是做得到，只是我的生活范围里面，应该说可能甚至是绝大多数我身边的年轻人的生活范围里面是接触不到这么美的台语的。对，这很重要，就是失语这件事情，失落的不只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使用这个语言的能力，也包括用这个语言在不同的场景去应对，去动用你要去描述的东西，你要描述到多精致。或者你描述到多深入，这个能力要重新培养起来，确实是需要用功下功夫。还好有郑敬一，还好有南哥。对我自己在听台语歌的过程，像所谓这种我们后来称之为台语雅词的路线，我们现在马上会反映到可能是早期像鹿晗秀跟潘丽丽合作的，那时候刚好阿德也在水晶唱片嘛，就是那段时间鹿晗秀写过很典丽的词，给潘丽丽唱，然后在前面是陈明瑜跟陈明章合作的歌词，他们也做过这样的尝试。那我自己印象很深的是更早一些，吴念真，他那时候帮潘越云写《桂花香》，他写7字句，写出来非常漂亮。那再早像简上人，他也尝试过，简上人他用笔名写过一首歌投稿叫《心情》，后来很多年之后才发现是他写的歌词，那也是阿潘唱的歌。就是说，在80年代初期的时候，其实已经有像这样的作者试图要用回归到靠近汉诗的语言去写台语歌词，但那个语言是放在流行歌里面，我们听是不会觉得怪的，是听得懂的，而且会觉得好美。他们其实，在80年代初期已经陆续在试这样的事情。那我自己的人生聆听的经验，很早的一个转折，可能是《桂花香》。就是那是1986年、87年的，1987，没有，那是更早一点，那说80年代中期吧。我记得我外公是江苏人，然后他是1946年到台湾来，那时候他还很年轻。那他到台湾来，他就知道我来这边一定要学台语，因为他要跟台湾人做朋友，要跟台湾人一起做生意啊，干嘛？所以他台语练得非常好。我记得我外公，他平常是不听流行歌的，他只听苏州弹词。但是他听到《桂花香》，他就很惊讶，他说：“哇，原来有这么典雅的，也可以这样唱。”我就记住了。那这个路线，另外一个后来我在更年长一点点，念大学的时候，听苏芮唱南哥写的《回哪里基》。《回哪里基》的歌词是雅到我看歌词印出来的字我看不懂，我完全我没有办法理解那是什么意思，我还要去问，比方说问我的太太，她当时还没嫁给我，但是我就问她到底什么意思？随恋体是什么意思？就是我才理解哦，原来可以是这样的哦，所以对，我们要通过这样的方式去重新捡回这个东西来。所以宜农的这个历程，我就刚好想到我自己有这样的经验，这是一整个时代的失语，最后要重新把它给找回来，这过程确实是很不容易的。但是你通了，好，这个是通过反复的练习，然后去让自己的词汇库丰富起来。其实这个我觉得不只是写台语歌，同学们要是要练英文歌也是一样啊，对不对？你要写英文歌，你要写出文法通顺，意思是有趣的，绝对跟你用你的第一语言写的会不一样。你也一样让你的语汇库更丰富一点，然后你要掌握那个语言内在的脉络。但是写台语你还要在意的另外一点是音韵，对不对？还有那个会靠，那个就都要再花一点时间去把握。所以你进攻的下一首歌就可以接着讲了。不是，是玉子仙。对，这首是2018年公视有一个时代剧叫做《奇迹的女儿》，它是在讲70年代的女工的故事。那
以工厂为背景，里面的女性她们离乡背景，赚钱养家，同时还要面对比如说很多，比如说男女同工不同酬，然后一样在争取要去到更好的位置的这个过程之中，那当时啦那个年代，男性跟女性所受到的不平等的对待，以及甚至还有职场上的性骚扰等等的问题，这样，那它是改编自一本短篇集叫做《工厂女儿圈》，对，然后那里面有很多很多真实的案例，这样子，对，所以因为它也是一部全台语剧，因为它是时代剧，那个时候的女工确实就是生长在一个台语的环境，所以很自然的在片尾曲的时候就一定要写台语歌，对。不过这首蛮特别，我不知道我那天就是得到了什么，反正有人在眷顾我。那天的状况是我大概花了20分钟把这首歌写完，而且它是在一个我那时候在马来西亚有一个文总办的活动，就是把台湾的那个舞台花车搬去马来西亚表演，然后我那个时候在表演的是9天民俗技艺团，大家知道这个？对对，就是对，他们打那个鼓，然后很大声，所以我就在后台，因为交稿期有一点近了，所以我必须要赶快生出这首歌。那我就在想，一个坚毅的女性可以用什么样的词汇来代表？对，忽然想到了玉这个东西，它是一个它看起来是质朴的，不是最贵重的，对，但是它越磨会越亮。然后，并且在台湾确实是大家看到玉的时候会想到她是女性的代表，这样，所以我就很自然的想到玉做的心这件事情，所以我就用耳朵贴着木吉他，在前面鼓很大声在吵的时候，我就贴着木吉他，然后花了20分钟，我就开始唱。为情嘛开始是沟通爱联系，然后就出来了，对，非常顺，那天超级顺。那我自己非常喜欢歌词，虽然它是还是相对于其他的台语歌而言，它的词汇是简单的，但是这个简单，我认为在这首歌里面是重要的，因为它在讲的是一个笔直的力量，笔直的往前进的，以及笔直的把一个精神守住的憨厚的形象，对，所以我其实也是有一点点刻意的使用简易的词汇，这样对。那后来在电视剧的时候，其实那部戏总共有4集。第1集的结尾，里面的演员是我的2个朋友温真菱跟连俞涵。然后第1集的结尾，我们请连俞涵清唱的这首歌。对，因为第1集的结尾就是他很惨，所以就直接让他清唱。对，然后第2集开始，每一集的版本都不一样。对，那最终我们拿出来做单曲发行的是最后1集的版本。对，它是在编曲上面，我个人认为其实是带着一点愤怒的。但是愤怒之中不是那种攻击性的愤怒，而是很沉稳的踏着自己的步伐，但是带着一点怒气在前进的感觉，带着一点义愤。对，对我而言是这样。是。对，然后因为这个版本出来之后，首先它在最终让大家有一种怒气真的有释放的感觉，对，然后因此而得到很好的回响。那其实是我自己也认为。这首歌的编曲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发挥，所以就把它做完，然后最后以第4集的这个版本露出，这样子，对。那个戏我看，公视这几年有很多好戏，同学搞不好都错过。奇迹的女儿真的蛮好看的，对，演员的表现非常好，剧本也写的不会让人觉得有的时候看有点尴尬的对白，那个不会，那真的还处理的不错。当然，宜农的歌有大大的加分。谢谢。那我们要听一下这个后来发行单曲的版本，就是带着点义愤的感觉。
另外3个版本，我们在网上有可能找得到。YouTube 上面。 YouTube 上面。这样连着听2首间隔7年的歌，真的很不一样，你整个唱歌的方式很不一样。对，就是当然有练习，
然后还有因为老了，对，中间好多张唱片，中间你自己的专辑出了那么多张，对啊，嗯，包括在编曲跟制作上也有很多的累积跟学习。是，其实这首歌，现在开始我的歌曲都是跟我的乐手团队合作，然后他们是一群非常年轻的，但是已经有制作能力的乐手们。你的非常年轻到底是多年轻？就是编这首歌的，他叫做林泰宇，然后他1994年生，对，是一个我没办法想象一下1994年的人在那边跟我讨论要用什么颜色。不会啊，这边还蛮多的，很屌。对，所以他们其实像这首歌在制作的过程之中，主要最花时间的事情，竟然是在找音色这件事情。在以前我刚开始出第1张专辑，然后到后来组团第2张、第3张，那个时候是没有这个过程的。那个时候就是调自己的音箱，调效果器。对，然后再进电脑里面，可能电脑里面有一些，比如说里面有在挂什么效果这样，顶多就是研究一些 pre 干嘛的。但是现在是有一整个资料库等着你一个一个听，从鼓开始一个点一个点，就是我们那时候听鼓就是一套一套听到后来，我想说都一样啊，我听不出来差别在哪里，但是他们就可以从中分出说，哦，这个是比较当代的鼓。这个是80的鼓，这个是什么鼓这样？然后我也是因为跟他们一起工作的关系，慢慢学习到这些知识，导致我现在也开始对音色产生了一些偏执。我不太确定这是一件好事，但总之就是主要那个时候的这些我很不想当小朋友，这些弟弟们，他们的坚持是找到当代的欧美流行音乐的音色，可是运用在一首台语歌上面。然后，对，所以那时候参考的 reference 是一些，比如说 Lord 这种，或者是 Lana Del Rey，是非常现在当代大家在听的一些欧美流行歌。对，然后但是却又掺杂了很细腻的一些，就是一些细细碎碎的声响，那些东西其实是因为奇迹的女儿的配乐也是我跟泰宇我们两个一起做的，所以其实配乐的配器使用上，就是你必须要去参考那个年代感，但同时又做出现代人听了不会觉得怂的东西，对，所以我们也在音色上花了很多功夫。那我们直接把那个音色有一点老旧感的，我们已经调过的东西，直接再用在这首歌曲里面，所以它同时夹杂了年代的氛围，但是它却是一首现代的歌曲，是这样。我们有试图想要做出这样子的编曲，对，然后 mastering 我们也是丢去 Lord 的那一间，就是美国的那个 Sterling Sound，然后对我们找那个 engineer， 他同时是小贾斯汀，还有 Lady Gaga， 对，所以我们做了这个，等于说不会有人想到要把台语歌这样弄啊，对，但是就像刚刚我跟德哥讨论的。关于框架这件事情，其实那个时候我是没有在想的，对，那个没有在想，是因为我根本不是从何想起，对，之后歌曲做完了以后，有些人听了之后会吓一跳，不一定是好的吓一跳，对，但到那一刻我才发现说，哦，我们好像做了一个平常人不会选择的选择，会让人觉得不习惯的事情。对，但在那之前，我们就只是一心想说这个酷这个干嘛，这个根本就在玩这样。是，对，大概是这样。早该这样做了，说真的。对，效果很好啊，是吧？真的是一个我们不会觉得它是不对的或者怪的，这很多时候是习惯问题而已。谁说一种语言就必须要跟某种风格绑定在一起？这早就已经不是这么回事了。刚刚提到音色也很有趣，我也回馈一点，因为我不久前访问丘比嘛，丘比也是全部的东西他要去选音色搞定。他想的事情是他跟你说的其实是有点共通的，就是他的说法是，他觉得听众需要在一首比较有实验性的作品里面找到熟悉感，他才听得进去。他这个熟悉感可能要有好的歌词，可能要好的旋律，
还要处理声音音色，所以他刻意去选择大家熟悉的音色，但是这个熟悉的音色要是你原封不动拿来用就很怂，所以他要去把这个音色呢保持它的那个经典感，但是要做一点变化。比方说他用 GarageBand 里面内建的某一些东西，一听就很80的一个samba 什么东西，但他把它的速度拉慢很多倍，你就完全听不出来本来是那个节拍，但是音色还在，用这样的方式去创造一点熟悉的经典感，所以你听这个歌的时候就会有一点温度，不会那么高冷。哦，那是他告诉我他是这样在想的。哦，那因为电子音乐的历史上有很多经典的音色，你要直接拿来用会怂到不可救药。比方说古基808的音色，或者雅马哈 DX7 的音色，现在你们听到觉得哇妈呀，怎么可能会是现在还在用这个？但是我相信你们在做配乐的时候，应该有想过怎么去处理，对不对？对，而且其实现在美国的在做电子音乐的人，他们有一个平台是可以买到所有当代的，比如说随便Kanye West 之类的，他们在使用比如说嘻哈的鼓，然后那个音色直接原封不动的放进那一包里面，对，然后他就会直接标明说这个是哪一张专辑的谁谁谁的鼓的音色，你可以直接拿来用这样，对，然后我们就是乐手们都那个时候很兴奋的在想要买那一整包下来，就是可以直接取样这样，但是通常大家的个性就是，当我们取样了这个东西之后，我们还要去调它。就因为我们拿到一个经典的东西，可是我们又有点觉得我不甘心，就只是使用这个东西，所以就想调，大概是这样。那调还得要把它调出一点不一样，而且最好更好，或者更适合嘛。不是为调而调。对。这个就是各自的功夫了。是。可以请问一下，那网站叫什么？配音的网站。我要问，但我不知道怎么给你们，不然我下次丢给幸运老师。好，幸运老师。好，那就进行下一首吧。好。下一首这是你最近的，对，最新的。对，它是只有在 Street Voice 上面发表过，然后它等一下再播好。但是这首歌它的歌词，我觉得好像可以先播因为其实它的创作流程跟前面2首是不一样的，它是先有曲，先有编曲都已经完整了，然后我才填进去。对，而且它本来是一首中文歌，然后编曲也长不一样。对，但是因为我也是丢给乐手之后，他生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版本来给我之后，我想说，那我把词原封不动放进去好像有点无聊，我就开始玩，我就直接直译，然后直译了之后再开始修这样，所以原来的歌词是华语，对，又是一个人的夜晚之类的，又是孤单的夜晚，好像是类似这种，对。我来找看有没有那个。你有中文版的 demo 在手机里？好像有好像可以放出来我听。这首歌使用了一个手法，就是嘻哈的曲样，里面有大量东西是用贴的。
歌。你真正无听着我歌，啥来的囝梦？往事亲像海涌，甲阮勇敢不知人。我不甘我又踮伫这，你甘会做伙行？所以这个是郑怡农接下来的方向吗？它暗示你下一张专辑的方向吗？其中一种。OK。对，但是其实我最近也开始又在重新找回比较 band 上的。哦。对，有一些歌曲会在找 band 上边。对。但这首是，反正我就让我的乐手乱玩，然后玩出来我也觉得蛮酷的这样，而且中间有很长一段间奏，那个是本来是预定想要找一个 rapper， 对，但是现在还在询问当中，对。然后在现场的时候，我现场表演过这首歌，就是我敲木鱼，然后大家就会觉得，就我在那边很帅的敲木鱼，但是大家都是觉得很好笑，对。然后这首歌其实，它就是比较多，我那时候丢给很多的朋友听，大家就在讨论歌词的使用，例如说。给啊都喝都没听，其实没有人会这样讲话，对。可是因为我觉得这样写我觉得这样很诗意，我自己一个人觉得，所以我就有点放不下。对。那时候有人跟我讲这件事情，他们的结论就是，但虽然没有人这样用，但也没有不行。所以你开心就好。我现在遇到的都是这种答案，对啊。我觉得为什么不行？给他好了为停。对的啊。那是画面嘛。好像就是好了为停这件事情，没有人这样讲。真的吗？好了为停吗？有啊。你看。你应该先问他，下次先问阿德。真的。阿德一定都说可以啊，很好啊。你要是一个画面，对不对？所以原来的华语版你有找到？我刚找，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档案被删掉，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我的听听看。是是哦，我们要外接来听吗？但是这个就是一个 demo。好啊。今天。现在是不是要手机？有啊，那边有。先扔掉，然后把那个拔起来就好。是新的 iPhone。对，是转接头。转接头。他有转接头。我最喜欢受访者手机里有 demo 可以放。给他的。这个 demo 是这样的，那个如果是那一句一股挂绳的话，大概口语化它会变成给阿罗诶吼罗。给阿罗诶吼。对，可是我有时候就是会多一个音。对，可是我觉得歌词，它在日本它叫做诗嘛，它其实就是一种诗体。不是那个简诗。对，诗题材，诗的题材。所以我一直很希望，就是说外面那些不要用太过于理所当然的去看歌词这件事情，所以一定要合乎什么样子的逻辑，台语的很多敏感啊。我觉得可以让它就是帮他宽松的啦。这是我自己编的。在家自己用电脑弄。对，然后自己录吉他的。你相遇在阴暗，是阴天嘞。远的安静，擦肩而过的。
对，但是不知道专辑只能收一首，那你可以放2个版本啊，做 bonus track。好像可以。对啊，可以啊。这边不像会有 rap 的样子。相遇在阴天里，纷乱的街变得安静，擦肩而过的一瞬间，你眨了眼，不疾不徐，与你相遇在阴天里，纷乱的街变得安静，擦肩而过的一瞬间，你眨了眼，不疾不徐。下一幕漫长在见彼此的过去，能不能记得他的与未知的恐惧？渴望般消失的记忆结成水滴，我不久就要下雨，怕你相信真的你。这可以放 bonus track， 这可以，没问题。好你，看，所以语言频道切换过去，语感完全不一样。对啊，对，对啊，而且旋律什么的多多少少也会有一些改变啊。你动一个音，整个痛就这个感觉就不同。是，对啊，对，这是非常珍贵的功课哈，很好的示范。嗯，好，你的笔记有没有什么心法要跟大家分享的？哦，我笔记里面有一个有趣的东西想跟大家分享，就是关于词曲咬合这件事情。其实我包括写华语的词，都是花了一些时间去研究所谓的词曲咬合。其实应该是每一个语言都应该要经历这个过程，对。然后，我自己，而且我有点重视这件事情，因为这是关乎到听的人的一瞬间，他能不能够确切的感受到你传达的情感。对，或者是即使是你现在想要表达，就是我是一个很有诗意的人，你能不能让他感觉到这件事？对，所以，我自己的解读啦，关于最好的词曲咬合，就是其实它很像讲话，你讲话，比如说我今天很高兴见到大家，然后我可能就是我可以用唱的，就可以说今天很高兴见到大家之类的，就是很烂，有点烂，对不起。但是总之就是在这个过程之中，就是我自己的练习，就是用这样的方法。我跟人讲话的时候，我把我想要讲的话唱出来。等等，所以你跟朋友约喝咖啡，你全部的对话都用唱的吗？这样吗？就如果我现在决定说，我现在来跟人练习这件事情，我就会用唱的。对，但是这过程其实很迟，所以就像刚刚那个迟的一瞬间，对，但是这个有对于认识词曲咬合有很大的帮助，对，因为你在这个过程中，你就会知道说，为什么我现在直觉的，我身体的直觉会想要使用这个音，是因为我讲话就是这样讲，对，然后其实音乐是关乎身体的直觉的，这样，所以就是这个方法让大家参考。音乐是关乎身体的直觉，那抄在笔记本上。好，今天阿德还有一首歌要跟我们分享，刚才来不及播到，这是他的新专辑里面的一首，又跟刚刚听到的前面的2首很不一样的歌。这首歌我在拿到专辑的时候我还没有听，我先看歌词，我想，哇靠！你这要怎么弄啊？哇，这要怎么弄啊？天哪！而且它作为一个书面印刷出来的一首诗，是一个语言密度很高的一首诗。我不但很难想象这东西怎么变成歌，我更难想象他用台语怎么唱。所以阿德他用他的方式处理了这样的一个材料。我想你可以讲一讲这个歌的诞生过程。显然是先有了这首诗吧？
有一天我做一个梦，梦里面的女朋友，我在台上抱着一把吉他，在唱类似像国际歌那款的歌词，起来吧，我们要反抗政府，反抗暴政。交迫的人。对，但是我是用台语在唱，唱到一半的时候，我梦里面的女朋友就走上台去说，她说不要再唱了，下来吧，我们可以坐下好好的喝一杯酒，吃一顿饭吗？然后因为我身上穿的是切格瓦拉的 T 恤，伊就讲啊，伊领衫烫来，我花了一杯一领新衫，哇，这象征意义好重的梦哦。对，然后这个梦让我决定写温柔的暴动，这个挂出。但是它是在，其实歌开始发想到结束，它真的也是经过1年的时间，因为我知道我要这样做，但是我不知道里面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子。所以我那时候我还记得我公司的助理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 demo， 他说内底进来几句其他的嘞，他以为那首歌就只有唱的那个小部分，他不知道后面其实是大胖。对，那我其实从一开始，有人会说它是诗哈，我其实我会比较觉得它像一封情书啦，就是在写给一个女人，然后你可以从她，因为我其实是一个，不要他讲，我从我的第1张专辑、第2张专辑《老魔》、第3张专辑看看这个世界，对我来说有很多一个中心思想，就是摇滚乐它到底可不可以改变这个世界？就一边听，然后阿德一边说，比如说宝迪人，比如说 John Lennon， 对他们都可以改变这个世界。那切格瓦拉他也改变了这个世界，对。那我一直在想，那假设我现在50岁，其实如果我那天去访问那个农村武装青年阿达，他说用我老啊，我现在去看那个，他觉得他以前写的很好笑，我说不会了，就是年轻的时候20出头嘛。今麦3、4早被洗澡了，他就说他已经开始可以稍微感受一下我为什么要唱这首歌。这点好安重。对，阿达看这个应该会很有趣，因为他上一张专辑也是在处理自己的运动心态。的时阵，我要骑着我的脚踏车，赶去邮局开门的第一时间，加一条。那你现在听到这个编曲，其实乃基。他调过弦的，一个 open tuning， 对，他是调过弦，将目屎化成泉种，将爱种出一蕊白色的小花，将你变成一只圆圆圆的花鸟。什么拢无重要啊，只要我会当看到你的手行。我要带你来看一个。是现在在讲一个追求一个心里面的乌托邦。我在告诉一个女孩子，我要带她去到一个研究遐是天堂，没有帝国大厦，也没有巴黎公社，没有北高大厦，也有巴黎公社。爱是彩虹。所以我想这个魂，其实它很明显，它明示，它不是暗示，就是唯一的信仰。彩虹的爱是我们所追求的。什么拢无重要，只要我会当看到你的手。乃基的吉他铺在底下的这个部分，跟你的唱是怎么合的？哎呀，是阮留的。我其实是开始是唱的就有那个是铁 demo 用只有纯活歌唱的，然后我去的时候，其实我们有丢回来几次去调整那个。那我觉得最大的工程是杨生哲，其实他很沉在里面啊，他在后面做最后的修理的时候，他其实是有把那个节奏跟那个放进去找那个点。所以我觉得我后来其实听，比如说等一下鼓要出来的那一刹那，其实我是觉得哇很压抑，或者是我在唱的《爱呀是温柔的包容》，约翰南龙，对，那个其实我是很压抑，说哎原来可以唱的这么拔。碰壁迄条对顺答案的路，环境答案永远飘在风中，什么拢无重要，只要你会当看到我的手行。
天涯，字遐一直挂在心上的，拢藏落来吧。至少也有我，什么拢无重要，只要你会当牵着我的手行。总算会当平均倒踮厝顶，仰望远古的迄片星空，困吧，夹着迄层日头晒到芳芳的面皮，为我念一集童话故事，伫我困去之前。明仔载透早会记得煎一个半熟的卵包，互我炸便当。我要来去买园，甲乌鸭斗阵跳舞，什么拢无重要，只要我会当牵着你的手行，有你的所在都是天堂。爱啊，是温柔的波动。有没有很双语？干嘛笑成这个样子？是吗？可是你看他打我，他也说他曾经，他第3张专辑就是《幸福在哪里》。然后他就跟我说，哎，有一天他结婚，然后看到他姐姐生小孩，他做阿姑在，然后他回到彰化去生活，他觉得乡下这样子生活，他终于知道啊，原来幸福就在这里，就是那个。那我其实因为我搞早会了哈，我就年轻的时候尤其我在水仙唱片，我参与过520啊农民运动，参加过很多很多的抗争活动，在那个年代，我们还常常接到某个阵营会打我们公司恐吓我们甚至被跟踪，甚至被。我讲一件很好笑的事，有一次我们下去台南唱陈水扁的场，那我跟潘丽丽，因为她一个纯天的回律需要男生，然后我就在那边以为我想太远去，然后我在那边唱，然后我就跑来，赶快跑过来跑回去啊，因为阿德你是给他丢搞啊哇呢，因为你跑得那么勤奋干嘛？我说不是，我这样跑来跑去枪比较没办法，因为我已经接到恐吓说，要把我怎么？是，对，所以我说在那个年代，我其实已经经历过太多所谓，明天可能命会不见了，或者会被消失的那种危险。那你说我现在其实像我爱你台湾，其实我是一边看着318，我没有到现场去，但是我是看着新闻一边掉眼泪一边写，所以我歌词里面会有说，烦恼你受欺负，担心你受委屈，对，那是我爱你台湾心肝宝贝，对，会有这种东西。其实，可是我不会去现场，就是我并不是不关心这些事情，但是我觉得还有很多年轻人应该要让他们去做这些事情。那比如说我说台条约翰南农，台条北地人，红皮黑条对顺特别大耳朵。我觉得对我来讲，在经历过这些所谓的摇滚乐可不可以改变这个世界，我曾经那么的黑白分明，一直到现在，我会觉得，其实我很想回家种田。是，世界本来就不是黑白2元对立是构成的嘛，本来就是这样。罗大佑在30多年前就写过这样的歌词，他说，如果
如果没有了缤纷的色彩，只有分明的黑白，这样的事情它应该不应该？我觉得那真的是智慧的语言。那是我所不能了解的事。那是我所不能了解的事。他年轻的时候也搞不清楚、想不清楚，把它写成歌啊。好，今天两位音乐人给我们非常精彩的分享，时间也严重的超时了，但是李星云老师说没关系，讲到爽为止。但我想还是要稍微控制一下，我们超时在1个小时以内结束比较好。对，同学有没有什么问题？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部分。同学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我们最好可以现场回答你们的疑问。赶快，有问题赶快举手，不然就要下课了。哎，余威。那请问你们跟阿德就是说，就是这几年的这个台语创作啊，你觉得它的困难点在哪里？就是还是很多的，就是那种演歌唱法的那个，到底演歌唱法这样的方式，它已经变成台湾的一个，虽然它是模仿日本的唱法，就是说，到底那种演歌唱法到底是台湾的一个特色呢，还是不是这样？然后好像在金曲奖的评审上面，顺便问马斯芳老师，就是说，那台语那种演歌的唱法，到底对还是不对？然后就是台语歌的创作现在面临怎么样的一个困境？因为其实现在有客委会跟原委会啊，就是说，其实因为我在北医大上课，其实反而学者担忧的是闽南语的部分，因为其实闽南语的族群人最多，但是其实流失的最严重也是闽南语的文化。就是像现在歌仔戏啦、一些高甲戏啦，其实都已经渐渐的流失掉了。想请问一下三位你先听听年轻人的意见。对，我带威。你有没有继续想要做客语的创作？你拿过客语创作的第1名？对，很久以前。对，其实因为其实这件事情，我的认知比较是从确确实实出现文章，以及确确实实今天我们明确去讨论一个主题的时候，它才会被，就是在日常生活之中，我们不会想到这件事情的存在，在我这个年纪的我的同辈之中，对，然后我们很自然的，但是我们很自然的会觉得台语是重要的，那这也是可能因为我的同温层很厚，所以我的同温层们已经对于这件事情观念根深蒂固，所以我就不太会意识到它的危机，对，跟它台语文化的严重的流失这件事情，在我同温层之内是比较少感受到的。但是实际上，当我的这些同温层的朋友们，他们比如说今天去参加了，比如说我主张这个活动，它是一个就是里面可能会有一些包含，除了不管是讲言论自由，或者是之中有包含一些播台语的纪录片、台语的电影之类的，然后长期以来并没有办法迅速的累积观众，那这件事情就会带来焦虑，那带来焦虑之后才会带来讨论，讨论之后我们才会发现说啊，原来这件事情很难啊，这样有点像是这种感觉。对，那我自己现在的做法就是，比如说像为什么我们要开始努力的写台语歌，那当然有一部分是因为，可能有很多层面，例如说我原本的写歌的方法已经用也觉得说，我好像可以挑战自己这样，那这是比较个人层面的。那确实也有一个层面是，现在大家好像开始比较可以接受新的台语歌这件事情了。那做这件事情很有趣，以及当然它也有市场的优势，对，所以反正在我们自己觉得快乐的前提之下去做一个有市场优势的事情是很棒的，所以我们就做了这样。但是还有一个东西，我自己是有点羞于去讲，因为我没有那么常用比较激烈的言论去告诉我身边人说你们要讲台语这样，因为我身边有很多人是这样子，对。但是确实我也感受到，比如说像我回家跟我阿嬷讲台语，我也感受到，当今天如果我阿嬷
有一天那年纪也大了嘛，在他走之前，我想要好好的用台语跟他聊天，对，但是阿嬷近年就是比较听不到，所以当我开始台语变好，可以跟他聊天的时候，阿嬷却听不太到了，所以我要用吼的，那个聊天的过程就会更加的艰辛，对。那个时候我会忽然意识到，说我为什么不早点把台语学好，这样，对。然后基于这个理由，会很想要更努力的写台语歌，跟用台语去跟周遭人对话，对。但是我没有那么刻意的去做这件事情，而是我认为它应该要是最用一个欢欣的心情去面对的，比较像是这样。其实我是很焦虑的，因为我比较幸运，我的母语从小我在金门那么小的岛，其实我讲的就是闽南语，所以对我来讲，闽南语它是一个理所当然，像空气一般的存在。可是我在回去的时候，当我去发现到我的年轻一代，他们已经不讲，阿嬷跟爸爸妈妈、阿嬷跟小孩子都讲华语，然后问他为什么不跟他讲家乡话，伊讲我讲有听无。然后第二个觉得压抑的是，学校竟然开始教台语了，这个对我来讲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这不是我们自己的语言，为什么要由学校来教？不是我们在家里就应该把它学好的吗？然后后来我想想，对，因为家里都不教了，因为隔代那种冲击。我小时候经历过那种，讲台语要罚钱。可是我那个母语一直在我血液里面，它就是根深蒂固，所以我觉得台语会快速的消失哈，其实我是很焦虑的。那我可能比较站在我比如说我在看台语歌词，我会觉得我希望大家可以再让台语更丰富一点。就是直白是很好，那就是一般大家在讲话。可是还有很多，比如说李龙你在查字典的过程，你会发现有很多，有啊，有这个台语存在，可是为什么它会逐渐让人家就逐渐消失了？因为我不再讲，这个语言就会渐渐的消失。所以我会希望说，台语这个东西，除了政府，我觉得最重要是家里的人要跟家里人讲自己的母语。我觉得你未来文化它是一个最大的武器啊。有一天当你不再讲的时候，它就会消失。我最近去央广主持台语节会展，我以为我已经平常时讲了叫你唔回来，不是的，我一去我还是气得要死。可是我规定讲，我若出去啉酒，董事长他们啊。你该跟我讲台语啊？他们以为没问题，结果一开始直接下去讲2句以后就开始讲华语，因为已经不会用对那个对，所以我后来像我每天查字典，我现在是每天查台语字典。那我尽量在我的开场白，我的节目有开场白是用台语念，我尽量塞了很多平常时就听我的台语，因为可是它是存在。那我希望它变成它就是一个比较充满一点诗意的一个开场白的这个东西，对。然后我发现我在做节目的时候，我发现平常时有足多来宾啊，他私底下都有会讲啊，一上节目他就卡了，因为他要从那个华语的那个思维转成台语的时候，这中间是需要经过时间的。就是我其实是蛮忧虑的啦，要练习啦，要练到你做梦讲台语。然后最近我发现我的台语变得越来越好，对，我就觉得蛮开心的。回到雨薇最早的那个问题是关于演歌系的这种老台语的路线。我参加过几次金曲奖评审，就雨薇也参加过评审嘛，就知道，我觉得那个路线的台语歌的没落，不只是语言的消亡，像怡农讲的，年轻世代其实有自觉，包括原住民青年，他们对原住民歌谣是有自觉的，对身份认同有自觉，所以歌谣就会重新热闹起来。我相信客语界也是一样，有些年轻人很优秀，他们在做不一样的尝试。但是老一派的我理解的状况是，第一个，台语歌的这个唱片生态，他们现在几乎都是卖断，就是词曲是卖断的。那你用卖断的方式去处理这个事情，有一些爱惜羽毛的创作人就不愿意跟这样的唱片公司合作了。这是第一点，所以你不见得征求到真正一流的好的词曲。
第二点是制作成本一直在压缩，所以好的品质的制作也越来越难，比较多是用套式去做，跟公式去做，做出来就是一个没有太多的新鲜感的东西。我觉得不能够牵拖说老一辈的人只要这样给他就够了。这个就跟我们说，因为大家喜欢看行车记录器的新闻，所以新闻都一直这样做。不是的，最近华视新闻整个改，结果是新闻时段第1名啊。这很厉害耶！他们现在变华视新闻现在是晚间新闻时段新闻节目的收视率第1名，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或者说我们说台剧都很烂，没有啊，最近娱乐拍这么好，结果收视率破3啊。我觉得这不能牵拖那个啦，就是说生态上面的问题不去解决的话，你就没有办法请到真正一流的好手。唱片工业再怎么分众市场，它还是有个工业标准在。那一旦它变成你没有办法付出相对成本的时候，就很难做出真正好的东西。明明江蕙的东西这么好，对不对？我相信不会没有高品质的制作人，不会没有好的词曲作者跟编曲人，但是你要付出相对的成本，去创造出我们以前一直都在讲雅俗共赏，意思就是说你能够满足不同的分众市场，并且具有普遍感染力的高水准的流行音乐嘛。我相信演歌派台语歌绝对可以的，以前可以做得出来，现在也没有道理做不出来，只是市场生态不太一样，所以条件就会紧缩。所以每年当金曲奖评审会听到同样的唱片公司1年报10几张，听起来都很像的东西，就是编曲都很像，然后当然唱功都有功底，但是只有唱功有功底是不够的。就是金曲奖这个东西早就已经不是比唱功了嘛。这个是我理解到生态上面的一些根本的问题。那我反而会觉得，假如这个局就是这样，那个路线慢慢的没落，我们也好像没有办法，就好像以前一直以来有这么多的路线都曾经没落掉了，我们也不见得会觉得非救它不可。但是曾经有过的好的东西，我们希望年轻世代继续记住它们，能够持续被听见、被记得。我觉得我们现在能做的事情可能也只有这样，就我自己的理解是这样。一直都还是有人希望能够在市场上做出有普遍感染力的好的，也能够让长辈听得开心的好的台语歌，一直都有啊，一直也都有这样的尝试，但整体的生态很困难，所以这样的作品越来越不容易出头。这个是我理解到的状况，也许可以回答一部分刚才余伟提的问题。好，我们还有没有问题？是。两位老师，就是刚刚我们听了一连串两位老师的作品，那有的是先有曲的作品，有的是先有词的作品。那想请问两位老师，在这2种不同的创作方式之下，是用怎么样的心境去做选择？这有在我的笔记里。对，其实就我个人也写歌，不管是先有词还是先有曲，都是同等困难的。最容易、最顺的方式就是词曲同时出现，那个就是一个今天状况很好的状态，就会出现这样的。对，那像刚刚前面例如说玉子的心就是这样，就是词曲同时出。对，可是像这个刚刚那个《给阿楼》就第3首歌，它就是先有曲再填词进去。那填词首先要注意的一定就是当你已经有这个旋律之后，你要怎么样在词曲咬合是合理的情况之下，同时达到你想要传达的意思，然后你还要有美感。对，然后那个研究的过程会非常非常的痛苦，因为你常常会遇到你明明就很喜欢这个词，但是你唱进去之后发现不合。那你要不要改你的旋律呢？如果这个旋律改成跟那个词合的旋律，就没那么好听，所以你这个时候必须要做取舍。对，那这个取舍没有绝对，所以因为没有绝对关系会更加困难。那像我的话，我就没办法，我就只好到处问，这样就是你觉得我现在应该要选哪一个？对，然后也有遇到一种状况是，如果是先有词再去想曲，也是一样的。词曲咬合的问题，你词写的很，就是它很像一个很棒的作文这样，对。但是你要把它唱出来，让大家听得懂你现在写的每一个艰涩的词汇，你在这个过程中就会发现说，不可能，就有一些词是不可能，对。
那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决定？你现在是要把词改简单，还是你就是坚决让大家只有看了歌词本，而且看很多遍才会读懂你的意思？这样，那可能例如说，有的时候也会遇到，今天一整张专辑，我有各式各样的歌曲，有些歌曲的歌词比较艰涩，有些歌词比较简单，有些歌词如果它可以同时达到很简单却讲很深的意涵，那是最完美的状态，这样。对，但是比较艰涩的歌词，但我不想要抛弃它，那我就决定，好，那它不要当主打歌，但我还是想做，大概是这样。对，还要讲什么吗？有啊，阿德之前我们在前面聊的时候，你有提到词曲必须取舍的时候。其实我到最后有一个做法，就是随心所欲了，你知道，我爽怎么做我就爽怎么做，闻到一台机，然后你外面怎么讲。比如说，可是因为我在，其实你以为很多词曲，比如说《摩罗人卡小》，如果按照所谓的词曲表的这样子的逻辑下去讲，要安怎才会当互你过着幸福的日子？所有东西是这样一直往下掉。可是我没有让他这样子说，要安怎？我用这是口气的，这是口气的问题。就是如果我轻轻唱，要安怎才会，他就是这样柔柔的。可是我不是，因为我是一个查某人，男子汉，所以流氓，所以我那个开口就变成要安怎才会当互你？但是我这边往上去了，因为如果我这边不往上去，它就往下掉了，咚咚咚。所以我在这边往上是要安怎才会当互你过着？因为我很强调这个，我要如何才能让你过幸福的？可是这边原本想要讲什么，然后又觉得算了，欲言又止，然后我又让它掉下来。那这个可能就是一个填词作曲人的自己以为的在演内心戏，只是自己，因为外面人听不懂嘛，只有你自己说啊，我是这样子想的，但是我是实际上是真的这么做的，所以我到最后其实我曾经在水晶很长的一段时间，那我的周遭的那些歌手，他们都是很厉害，500猪头皮、陈明章、黑名单工作室或者李星云啊，还有宝布他们，我觉得他们都很厉害，就是在词曲咬合这件事，他们都是前辈嘛，那他都很厉害。可是等到我这个时候，我在那个同时间做的专辑写的歌，其实都很咬合的，像歌词我那写，我的 melody 的对照对吧？不会有那种听起来像李英宏那边滴滴隆隆滴滴隆隆那个戏啊，然后那时候会觉得应该是滴滴隆滴滴隆，应该滴滴隆滴滴隆。可是我觉得后来我觉得 OK 啊，就是年轻人嘛，他有他自己的对台语不同的诠释方式，把心胸放开一点，不要什么都拿导音来去讲，我觉得这太严肃了，真的，我希望我自己到最后了。就是当我在写歌词的时候，我要秉持的一点就是，其实我是可以让他完全把台语8个音9个音当他怎么写我就怎么唱。可是当我成为这样的时候，我再来把它让它变得更不一样一点。会靠加落去，有很多你会听起来导音东西没关系，我就用转音、滑音让它过去，修饰音，让它听起来就不会那么。滴滴隆，滴滴隆，就会变成对，很好。那就词曲嘛，我觉得先有词，先有曲，其实先有曲比较去填词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它有音，我们会再怎么去创新，你还是会考虑到所谓导音这个问题，不要让它听起来很奇怪。所以我觉得那边是一个 sense， 一个你本身到底有多少东西可以来做这件事情。所以我还是奉劝所有你要写台语词的，真的。去好好的去阅读文章，看很多前辈的作品，看他们怎么在写一首歌，创造了一个他们自己的歌词的世界。还有像宜农做功课那样，大量聆听厉害的前辈的作品，真的很重要。
好了，我们时间真的差不多了，已经超时非常非常长了。同学要是还有问题，就发给李星云老师，李星云老师再发给台聘，这样子好了。我们今天的分享先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好，我们给2位嘉宾再次用力鼓掌。